Hello 姐姐， Hello，你叫咩名我叫Ania，？OK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44歲，44歲，係結咗婚未？我叫習斌，結咗婚啦，有冇生小朋友啊？冇冇啊冇， ？OK，你喺香港做咗幾多年啊8年， ？8年，係係咪啊？第一個僱主係做咗6年，係照顧咩啊？照顧寶寶，照顧婆婆，有幾多個人啊3個人， ？3個，係有咩人啊？婆婆、先生，先生，仲有咧？寶寶，係，兩細路，仲有個細佬。嗯，OK，咁婆婆識唔識行㗎？食婆婆健慢慢行，康嘅，慢慢慢行嘅。係要唔要幫婆婆沖涼啊？有換尿片咧？係有嘅。有推輪椅咧？有出街都有推輪椅嘅。係啊，喺屋企就自己慢慢行。慢慢行，係啦，OK。咁跟住之後再之前個僱主咧，6年啦，做咗係咪啊？呢個係做咗6年，跟住婆婆走咗，就係冇再續約啦，係係咪啊？OK。而家呢個僱主係做咩嘢啊？照顧乜嘢啊？依家係啊，而家照顧貓，貓，係全部大人嚟嘅，3個大人， 3個大，係啦。照顧幾多隻貓啊3個， ？3隻貓，係3隻係咪啊？OK。咁而家太太冇做嘢啦，係就另外嗰個小姐都搬走咗啦，係所以就唔需要工人，係係咪啊係？OK。咁你幾時啊？做到幾時啊？ 1年1個月， 1年1個月，係做咗1年1個月，係咪啊？OK。咁你最後離開佢哋屋企幾時走啊？今個月啊？係咪7月啊？7月28號係就離開屋企啦。嗯 OK。咁你要翻印尼放假，係跟住先再翻嚟香港做嘢，係咪啊？係你想照顧婆婆？食你係想照顧老人家，要係咪要？OK。咁你識唔識街市買餸？食識嘅，係識煮飯嗎？食你識煮咩餸啊？蒸雞、蒸魚、布丁、係sau菜、炒菜、係就炆豬肉嗰啲咧，食豬肉都識嘅係嘛？食識煮嘅，但係你食唔食豬肉啊？係唔食唔食豬肉嘅，但係煮豬肉但係煮就冇問題。冇問題， OK。咁如果婆婆要換尿片啦、推輪椅啦，係都可以嘅，係冇問題嘅。冇問題，OK，好，唔該晒，唔該晒，拜拜。拜拜。